大家好，我今日要爆一單聖誕娛樂圈大八卦，大家聽住啦！聖誕節凌晨嘅時候，中油美竟然倒話佢喺限時動態上載咗同劉展廷嘅親密片段，劉展廷從背後環保佢，仲親咗親佢嘅面頰，哇面真係甜到漏啊！雖然佢貓叔刪除咗啦，但係已經俾網民瘋狂傳開，瞬間成為熱話。講翻兩個人背景，莊由美係 After Class 嘅成員，年紀好細，一直以專心讀書 AO 單身嘅形象示人。劉展廷就係一位型男舞者，因為《青春觀望》呢部作品同 Yumi 結識，從合作以嚟啦就不斷有戲假情真嘅緋聞傳出。2022年仲有人拍到佢哋牽手逛街，甚至有傳出情侶賬號，但係雙方一直否認。呢次錯手放閃，讓多年嘅緋聞再度浮上台面，網民反應非常兩極，有人話哇真愛流露好 tweet。亦都有人話 A.O. 人設崩壞，咁愛令挑戰成功。仲有人話嘢 AI 變，但係救翻畫面真係好自然啊！一邊係19歲嘅少女偶像，一邊係32歲嘅舞者，相差13年嘅戀情，瞬間成為聖誕檔期最爆嘅娛樂八卦。